最虔诚的听众，牛早。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说明的，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1页。正文第11页，解说甲上尾纸，解说甲上尾纸，就是解说甲义务方圆大小。这呢，就是伫解说摩诃跋遮婆罗蜜其中，成一个解说摩诃。下面拢总有30个文，就是讲3段的文呢。先解说摩诃，然后解说跋遮，然后再解说婆罗蜜。这就是跋遮品中间所分的3个段落。这个摩诃呢，叫做讲做大，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讲摩诃是大，事实上，这个摩诃的这个大呢，有大、道、信3种的意义。咱更加了解，所以叫做讲摩诃是伫指啥物？摩诃呢，就是伫咧指咱众生本具的佛性。众生本具佛性，也是诸佛所证的至高无上菩提涅槃。菩提涅槃，甲咱众生本具佛性是平等，只是讲佛有证着啦，咱众生未啦。也这个心性呢，是具足了大、道、信3种的意义。大就是摩诃是大的这个大咯，道呢就是真济迄个道，信就是殊信的信。这个大呢是用心性的体态来甲说明。根据起信论内底呢，讲起真正清楚，就是讲众生心。具足有体上用3大，用体来讲呢，就是大啦；用伊的相就是道；用伊的用呢，就是信。信就是讲殊信，这就是讲宇宙间一切万法，拢包含在咱众生心性中。众生的本性，具足有体上用3大意义。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法性真理，名叫做讲真如啦、一真法界、如来藏等等。名称虽然是讲不同，但呢，非常的广大，也就是遮所讲的心量广大。讲这个心量广大啊，犹如虚空，根本呢是无边际。不过在前面我已经甲咱讲了啦，就是讲虽然摕这个虚空来做譬喻，那只是会使甲当做譬喻。事实上，心量的广大啊，虚空呢都包括在咱的心量中。也这个心量的广大呢，是无有变啊、圆啊、大小，无这款的对立。这是咱前面已经解说了的。今摆要来说的解说，就是讲一非青红赤白。又无上下中短，
亦无真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调味。就是讲，这个心中的大，也毋是青的啦、黄的啦、赤的啦、白，不但是无方圆、无大小，同时呢，也无这个青，或者是黄的，或者是红的，或者是白的色。方圆大小啊，这名叫做形色；青红赤白这叫做显色，也就是颜色啦。咱世间的物质啊，一定拢有伊色。咱讲做啊，这个物件无有色彩，白白物件啊，但是白嘛是一种色啊。或者是讲，这类花是红的，这类花是黄的，还是讲这张纸这是属于青，或者是啥物色等等。青红赤白，这是在一个物质的上面的颜色、显色。尤其这个显色呢，是由咱世间话讲起来呢，当然有诶作用。伊的作用是啥物呢？就是这种的记号。这个记号呢，当然也是有艺术的表现，或者是这个记号呢，会当好引起咱一个人的注意。尤其是咱现在时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讲究这个时阵啦，无论是所在的厝内底的设备，或者是讲外面的环境，甚至衫裤啦、所用的车啦，拢真正讲究迄个色调。啊，你这个人会晓配色调，甲袂晓配色调，也可以讲表示你这个人是毋是生活品质悬，是毋是有艺术的头脑。确确实实，世间的物质的显色啊，对咱一个人的心理呢，有迄个影响的作用。若是属于红色的物件呢，这啊，可能呢，就是会当引起咱一个人的精神的紧张，提起警觉。可能讲若是属于较温和的色咧，伊会当使你的心啦，会当得到平静。所以生活环境中的色调的配合呢，当然对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原来也是有所影响。那这是属于世间法。心，这是一个不可见的物件，因为心毋是物质，毋是物质的世界，乃是一种的精神的世界。这个精神的世界呢，不但是讲毋是世界的圆的大小，也毋是青红赤白这款的颜色，因为伊毋是物质。这点咱爱了解。当时呢，也无上下中短，就是讲根本呢，也毋是讲有悬有低，也无长也无短。这个上下中短啊，甲方圆大小同款，拢是属于形色，就是一项物件伊的体型啦。凡是呢世间的一项物质，一定有体型。讲亦无真无虚，在前面所讲的，这是咧指讲心量啊，是属于精神的世界，毋是属于物质的世界。因为毋是物质的世界呢，所以袂当甲伊提出一个界限，讲伊的边到底伫倒位啦。因为毋是物质的世界，所以就无方圆大小、上下中短。因为毋是物质的世界呢，所以当然也无青红赤白
的现实。但在这个精神界其中呢，也是无真无虚，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真就是讲受气，喜就是欢喜。受气才是欢喜的，这应该就是咱精神上的感觉。这项代志无满咱的意啦，或者根本呢，这是违背着咱所希望的，当然呢，就是起受气。这项代志呢，顺着咱的心，有达成到咱的愿望，当然就欢喜咯。所以这个真呢，就是对这个不可议之事；喜呢，是对这个可议之事。这个意就是心。所以，叫做讲可呢，就是讲有适合着咱心理的要求，叫做可以。这项代志根本呢是违背着咱的心理的要求，叫做非可以，就是讲不可以。咱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咱的朋友甲咱讲一句话，咱人拢有一个毛病啊，真爱人甲咱学咯。这个朋友呢，伊真有迄个心理学的作用。伊知影讲你这个人啊，真爱人学咯，要安怎学咯才会欢喜？哇，伊都要甲你波波嗦嗦，甲你学咯啦。你讲，哎呀，这个朋友真好咧，伊足欢喜的。那拄着讲一个朋友较戆的、较戆直的，伊呢根本啊无了解，对这个心理学无一个常识，伊直直来甲你讲，毋对的所在呢，坦白甲你讲出来。事实上，这个毋对的坦白甲你讲出来，这应该才是一个好的朋友啦。但是因为你本来天性就是爱人甲你波波嗦嗦啦，即嘛直直来甲你讲，直直来甲你插，气甲要害去，因为这呢。无顺着你的心意啦，所以真或者是喜，这是咱内心的感受的反应，这是属于精神的的。但是真甲喜呢，这是属于对立法，咱必须了解咱的自性清净心，伊是无这款的数量分别，伊只有是智慧照料。因为毋是妄识的分别啊，所以呢，伊袂去分别讲是欢喜，袂去分别讲是真悔，无受气无欢喜，叫做讲做无真无喜。虽然是属于精神界，但是呢，超然于受气，则是讲欢喜的对立。一边讲无是无非，讲同一时呢，也无有是，也无有非。非就是讲毋是啦，是甲非，这也是咱世间人的这种的分别作用。所以实际上，这个是甲非呢，也是咱一个人的观念的问题。咱讲是一个人的观念的问题呢，这个是甲非啊，这拢是咱家己去甲定一个标准，等于讲咱自己呢。摕一个笑去甲伊量，因此呢，世间的是非呢，到底是是什么叫做是，非什么叫做讲非？有当时呢，真无容易甲伊定出一个标准来。那这就是因为个人的观念啦，个人所受的教育啦，个人的环境不同。咱即摆呢？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在农业社会中啊，就是讲粒辛苦，所以对五谷对食物啦，一定要甲伊爱惜、甲伊爱护。无论是一粒米，无论是一支菜，一定毋通拍算，爱甲食落去，爱甲利用落去，尤其是咱。较早的囡仔呢，受到老人甲咱教育是啥呢？讲毋通将饭粒扔对涂骹去哦。你食饭若无要好好掰呀，你迄个饭粒啊掰到满涂骹，佫是雷公甲你讲，
古早的人啊，是用安尼伫咧哈迄个囡仔。但是目的呢，毋是讲对讲讲毋讲的问题，最主要就是讲你即个饭爱食回了，袂使黑白拍算掉，这是经济。所以在迄个时阵啊，认为讲你若是真欠，真会晓来爱惜五谷，叫做士啦。假如讲你若是袂晓来爱惜物质，袂晓爱惜物件，袂晓欠，这就是非啦。所以在迄当阵，是非的标准是安尼定的。那现在时的是非标准就毋是安尼定，尤其是经过欧美的产业革命了，变成啥？变成讲浪费就是道德。较早人想做勤俭是道德，以后变成讲浪费就是道德。安尼讲浪费就是道德咧？因为这个产业革命啊，就是要使工业会当发达。这个工业发达呢，将这个工业所制造出来世间的物件呢，比咱人间制造的哇，迄一工的生产量呢，增加几十倍、几百倍，还是几千倍都有。将迄个机器对世间的物质，咱应用品伫咧生产出来。你若讲，咱像较早人遐尼真欠，伊安尼工厂必定会倒，安尼即个工业啊，无法度发达。所以就鼓励你尽量去浪费，浪费就是道德。安尼讲浪费就是道德呢？因为你将这个物件管甲用歹，搁来去买新的，旧的甲ฮ็掉，甲淘汰掉，搁买新的，安尼呢，则不断伫咧买物件，不断伫咧消费，在迄个中间呢，这个工厂啊，才会当维持工业才会发达。然后呢，变成讲欠的人数毋对咯，所以。这个是甲非呢，实在是真无容易甲伊判断。不过咱话讲倒转来，原来也是勤俭是道德，安尼才对啦。那样讲法呢？咱现在时啊，已经感觉有这个能源的危机，尤其是在涂骹底迄个石油啦，或者是讲金矿啦、碳矿之类的物件，你直直甲乌到有一天会无去啊！完全无迄当阵呢，就无法度好用咯。所以应该咱现在时的人是爱较欠咧，留一寡石油，互咱后代子孙可以用。毋通讲咱即马尽量浪费，甲浪费掉。所以当然啦，勤俭就是道德。这应该抑阁是一个是非的标准。不过我拄则呢，摕即个比例来说明啊，就是讲，属于世间法的是非啊，这是不容易甲定一个标准出来。也发生真理，这是一种的自性的清净心。既然是自性的清净心，毋是咱意识的妄分别，所以当然呢，就是超然于是与非的范围。当时呢，也无善无恶。这个善恶呢，也是共款，是属于世间法。自性清净心，伊呢，毋是属于咱世间的善恶的对立，毋是属于世间啊善恶的对态。所以这名叫做讲做无善无恶，讲无有抽米啊，讲这个自性清净心这个物件呢。无头也无尾，毋是讲头是生对，尾是生对，因为根本呢，伊毋是世间的物质。咱世间的物质，毋才有一个头，毋才有一个尾咯。尤其是世间的物质中，人啦、动物啦，当然有头尾啦，或者是讲树啊啦，或者是讲花啦，当然嘛是有个头有个尾啦。果子嘛是有头尾，这拢是属于有形式的。拢是属于世间的物质，自性清净心，虽然是广大无边，但是呢，伊是超然于物质的存在，所以呢，也无头也无尾。伊呢是一种的清净，本来就是清净的，毋是世间的妄念分别，所以就无真无虚。
无是无非，无善无恶。因为善恶啦、是非啦、真虚等等，这拢是属于世间的对待法。也自性清净心，这是绝对的真理，是无啥物物件当来甲对待啊，所以就无这物件。下面讲诸佛刹度啊，震动虚空。讲这个诸佛的刹度呢，拢总就是等于虚空，意思就是讲，将迄个自性清净心的本体给讲起来。诸佛的庄严世界呢，也是甲虚空共款，这完全啊是用心的体态来甲说明。用体态讲起来，心的本体这是法性的真理。法性的真理呢，这是无形性不可见的物件。所以啊，在这个真理的世界来甲看诸佛庄严的角度呢，原来也是空无所有。所以叫做讲做诸佛刹度震动虚空。在这个所在啊，咱必须了解咧，就是讲这个心有体相用的三代。伫这个所在所讲，拢是只有啊讲这个体代，体代是广大无边呐，但是呢，却是超然于对待。这个对立的物件，也用这个体来讲是如此但是啊，用这个相来讲起来，在虚空中呢，是含藏了一切万法。虽然是广大无边，但是在这个广大无边的体性中啦，却是啊有一切万法拢包含啊，因为是千差万别，所以就变成多啦，大多数的多。也这个一切万法的作用，乃是一种的不可思议。所以呢，这名叫做讲做性，性就是讲殊性。所以这个无学，直接叫做讲大，事实上就是有这个大多性。三种意义。这个心量的广大，这个大啊，那咱普通叫做讲做大，一定随时会想起讲大小对立的大，所以无学呢就无该翻译出来，就保存伊的翻音原语，因为互人一个会感觉讲，哇，这个大都是大小的大，真容易讲由这个大引起啊，就变成有一个对立的观念。所以对这个心量广大就是讲这个无大呢就讲这个心量广大就是讲咱的自心本性，这是种广大无边。这啦就是对这个无学这两字的翻译的着眼点。下面讲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是如是。讲咱世间人伊的妙性啊，是本来空，是无有一法可得。为什么讲做世人妙性呢？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性呢，就是体性。讲咱世间人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体性。这个不可思议的体性，也就是在指咱众生本具佛性咯。所以，这句世人妙性本空，就是讲咱世间人有一个妙真如的佛性。这个妙真如的佛性啊，是本来就是空，是无有一法可得。妙真如性，这是空的物件，所以在妙真如性中呢，是无有一法可得，什么物件都无。六祖大师直直讲本来无一物，这正正就是在指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的道理。
这咧就是讲甲咱众生的心性来啦。在前面是讲这个大义是心量广大，啊，这个心量广大并无伫咧只讲这个心量是虾米人的心量啊。即马讲到这，该讲做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安尼咧，就是将这个心量广大的心，已经该讲甲就是咱众生心，众生心有真有妄，伫遮所讲就是伫指众生的真心。众生的真心本来空，众生的真心呢是无一物，无法可得，这是遮所讲的道理。注意听清听众，就请咱过暂暂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